家收看今本日福喜女嚟嘅節目，今本日嘅福喜女嚟啦，大家嚟紹介大家已經當熟路嘅客家嘅菜哦，黐千順。你看叫咧，佢非常係無限期，但係無限乜嘅事情，其實要當到嘅發糖，要當到嘅設計，然後大家嚟分享，讓讓大家去觀賞、去欣賞，大家嚟分享呢啲嘅裏邊黐千順，歡迎分享。Hello，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係千千姐姐黐千順。千順真勁嗬，看到按倒擺，看有種無邊呢。係嗬。係啊，10年前看完係按樣嘢，10年過後看完係按樣嘢。唔過講真嘅哈，芊芊姐姐哈，我們叫她你看給芊芊姐姐，唔過其實芊芊姐姐長大了，已經不是芊芊姐姐了，是芊芊大姐姐，係冇？係，冇錯。談講按叫親無限嗬。係啊，動到嘅發光，還有殺嘅，故咗基本上我會帶很多的作品來給大家看一下，同大家分享啊。唔過喺邊有磨水包？係啊。冇錯，係咪千叫磨水木誒？係啊，面容有一些不好。沒有嘢，就像之前同芊芊姐姐喺打嘴鼓嘅時節，芊芊姐姐就講，我就問佢講，乜嘅事情做得本兒輕快樂嗬，叫我就希望我嘅叫做的水磨水吸到嘅意思嘅。係啊，不過我在很小的時候，其實有自己發過一個誓，然後也有跟自己講，就說我是這個時節就會同神明講啊。我就說，我希望可以把我的歡樂跟我的愛，然後散播在這片土地上，本愛嘅客家，本愛嘅土地，還有本兩個沙飛。你細細個時節就這麼成熟哦，就是覺得要散播歡樂、散播愛啊，所以現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喜歡就是唱我的歌，我就會覺得，我如果是60歲的那個阿婆嘅時節啊，如果我上那個市場去買菜的時候，如果有一個細細朋友衝來嘅歌曲，然後這樣迎面走過來，我覺得只有4個字，就是不枉此生。真的。哇！你太家想看啊，芊芊姐姐60歲嘅時節，去市場買菜嘅時節，有啲30歲嘅聲音嘅，喺講從芊芊姐姐嗰叫阿婆，哎呀，出嘅歌就會你做嘅，那種感覺真的不一樣。對啊，如果電視機前面的朋友看到我，如果要去上街買菜，而且是60、70歲的芊芊奶奶的時候，記得要送我辣椒哦，辣椒。唔過芊芊姐姐有啲事情前提片，你看佢按摩hand按到嘅事情，唔過見擺看到佢嘅時節，佢就是輕有發力、輕發拍，然後很有能量嘅感覺。按姿勢，真嘅。唔過今日嚟到鴉片有輕度嘅東西同大家分享哦。一開始同大家嚟小嘅係乜嘢？我相信輕度嘅人都知道，你知道台灣是一個島，對不對？對。我們四面環海，對，所以東面我們有很多的漁港，輕度嘅人係不用了解時節就會知道，我們來去這個漁港行聊聊啊，有冇？慢慢的漁港要觀光化嘅，意思就會講你去到嗰邊，等一下就會看到漁港嘅風情，好吃那邊的美食，對。現在呢，我們有一個漁港呢，喺北埔太家口呢。應該是很認識，就是老漁港，對，永安漁港，對，那永安漁港其實喺很多年前就已經變身了，不過聽說現在又變更大的身，黑某，這裡小跟一下嗎？這個是他們現在在主打的，就是全國第1座的客家的漁港。什麼叫做客家嘅漁港？就是因為以前在那邊呢是海客，海客的族群呢，在這邊有一個傳統的一個捕魚的方法，叫做千古，就是有一艘漁船開出去。然後大家一起把網收回來的那個感覺，那個感覺很好。那再來就是永安這個地方，它其實有非常漂亮的夕照，傍晚的夕照，所以很希望大家如果有空的話，可以到永安漁港那邊去看。那我的作品呢，也是在那邊，就是整個地景，還有包括廣場，還有包括漁貨的倉庫，其實都是我的設計作品。對，芊芊姐姐真的很不得了哈！豐滿嘅時節，一個按後上嘅 C 模誒，一按後用你是要包全台灣所有的設計，是不是？沒有。但是我真的很希望大家可以看現在在畫面當中這個廊道哈，看現在畫面當中這些，就是有包括黃錦花。包括守護我們客家村莊聚落的一些黃錦花，然後還有當地的一些魚種，還有千古的活動，還有包括這個是我們的蝦尾，感覺很像那個船帆，對不對？它是要告訴我們不要害怕，勇往直前。客家為什麼遷徙？是因為永安2個字啊，好感人。對，我們客家從五胡亂華一直遷徙到現在，我們只是要在找永安這2個字，我們要找一個安身立命
命的一个地方可以居住。对，因为其实台湾我刚刚说过，其实在北台湾也好，有很多南台湾也好，有很多漂亮的渔港。不过讲到永安渔港的新屋这个地方，一般的人哦去永安渔港做嘛该，当然做的是都今后是对海鲜、渔获，对，是哎，还有也很漂亮的绿色隧道。嘿，没错。嘿，去到那边的时间，你做的去给吃行茶哎，你去吃行茶的时间，哎，一边骑一边骑，就像芊芊姐姐讲的，在傍晚去吃行茶的时间可以看到夕阳、夕照，永安夕照，永安夕照，然后你可以看到海边，然后呢迎向那个海风，然后又在一个绿色隧道里面，你希望这里看到海。啊，又做的有树，那种感觉很棒。不过压很高某形容，你压黑公去永安渔港的世界，就像芊芊姐姐讲的，那边其实有一些地景艺术在那边。嘿，没错。然后大家其实都很关注于山客，在山上的客家人，像我就是山客，就是有桐花树啊、采茶歌啊。但是呢，在海边其实也住着一群客家人，他们其实也很要被发掘。像您就是新屋人，其实，在新屋这个地方呢，其实就有青头给他讲，其实新屋就会一个客家的聚落，或者说在永安渔港，其实有青头跟渔民都读黑一个客家人，对，所以现在我跟芊芊姐姐讲说，哇，好久没有去永安渔港了，现在应该要再去一次。哦，现在很多人哦，然后那边的海鲜也很好吃，所以介绍大家去吃。对，那刚才看到了这么多的图，刚才看到了很多张照片是芊芊姐姐带了给，对，那里面其实有廊道，刚才我们有看到几张是廊道的照片，其实廊道旁边都有芊芊姐姐的设计，所以你经过那边就像是一个历史廊道一样。对，这里了解青头跟湿气。对，那刚才也有看到一个，像现在这边看到也是芊芊姐姐的设计。对。黄锦花，对，那这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在地的鱼群，是，对，所以芊芊姐姐你花很多时间还在这个案子其实花很多时间，但是工程单位还有工程的设计师其实也很优秀，所以我觉得要营造一个客家的一个东西，它并不是张牙舞爪的告诉你我们应该要做什么，我们应该要唱什么，我讲马该哈嘎发。我觉得现在的文化不是这样子，现在文化是潜移默化的，要你真正走入他们的村落。走入他们的自然，然后慢慢去感受他们的文化。对，其实就像芊芊姐姐讲的，因为其实公司采访哦，天师机前面有青岛给客家朋友，公司采访客家朋友会问讲客家文化係乜嘅？當然客家話係客家文化，客家嘅古謠係客家文化。不過有青島嘅客家文化，其實在神法地度。沒錯，真的就是你說吃，當然你太搞都會講啊，我們吃米食，什麼客家炒牛啊有嘅東西。不過有很多的東西，有一些族群的文化，它不是這麼的彰顯，它不是這麼的外顯，其實它有時候是比較內斂的，對不對？內斂的意思是說，其實沒有辦法非常的凸顯。再加上其實因為漢化的關係，對我們沒有很清楚的圖騰。可是就像芊芊姐姐講嘅，你行一個這樣的村莊，所以你去感受這種嘅氣氛，你還是可以感覺到客家嘅氣氛呢。對，所以哈今日一開始同大家的小記就去永安漁港，對哇，大家看到嘅胸片勾會沒吃到，哇，真的要找時間去逛一下。對，你香港可以玩，可以去私行茶一堆吃海鮮。對，不過現在夏天才剛過哈，秋天了你過後一整年你都清某寒，這只是一個最近的歐美黑們，我們往回推溯，對，在前一個案子也是。再來就是你桃園市政府給客家文化館。客家文化館這個地方，這個地方從那個龍台交流道下來，然後往石門水庫的方向，其實可以一路玩到那個大溪老街、石門水庫。但是請在我們的桃園市客家文化館這個地方，請先駐足一下。這個地方有什麼呢？有很棒的一個客家的主題公園，裡面有矮沙給阿公阿婆啊，還有阿弟阿妹啊，很可愛的一些。然後現在圖片上面這邊有開始的，這個是客家的咕咕鐘，那客家的咕咕鐘這個東西呢，它是全國首座的客家的咕咕鐘，在客家文化館裡面呢，這裡面有文學，還有音樂。所以就是鍾肇政還有鄧雨賢的一些記錄，那我們大家可以在這邊透過你嘅音樂，透過我們的文學的詩詞的方面，我們可以進而更了解客家文化。有青島嘅鄉親朋友有去過嘅客家文化館啊，就因為這片有辦青島嘅，有辦青島嘅發通，從國嘅發通也好啊，其實今年嘅一天嘅時間，其實讓啲大旅團按照嘅溝通嘅節目也有去到嗰邊去辦發通，真勁有青島嘅客家鄉親真勁冇去。一般人會知道講，去到嗰邊唔係輕便哩。
因为会觉得你没有办法某种台北啊，你抽捷运啊，然后公车可能会自己开车去。不过其实就像芊芊姐姐讲的，她下龙潭搞柳头，轻价就多哎哈。其实客家文化馆可以像芊芊姐姐讲的这么简单就讲完了，因为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每一个世界都有几个意义。对，所以到两片呢，先请你家乡亲朋友哈，先聊下哈。等下咧，你转一陣好好咧問下，你家芊芊姐姐到底對唔對世界有乜嘅咧？有乜嘅故事讀啲讀，有乜嘅意義讀啲讀。佢講嘅嗰隻咕咕鐘哦，我時間當好奇呵。你係你客家嘅提隻咕咕鐘，係乜嘅咕咕鐘？先聊下，等下陣仲咧好好咧問芊芊姐姐，然後大家咧分享。今日真歡喜，做哋邀請到芊芊姐姐來到呢一片同大家來見面咯。一般嘅客家朋友嗬，認識芊芊姐姐就會啲芊芊姐姐就是請電影下唱歌嘅、跳舞嘅同聲飲料，然後帶小朋友衝童謠。唔過根本我要幫她重新定義一下。其實芊芊姐姐唔單止係大家認識嘅用誒，因為可以請定義一下，講法又輕溫柔，有沒有哈？唔過芊芊姐姐其實哈，在我心目中，她其實是一個設計家或是藝術家，大家會發現某樣，就看到芊芊姐姐其實佢來嘅時間唔單止係講我創乜嘅歌嘅，唔係佢講嘅係又係藝術嘅，又係藝術嘅，對，所以其實那才是你的可以說本業啦。冇錯，我的大學跟研究所都是念設計，是，然後我就覺得。每次跟芊芊姐姐開大追顧嘅時間就輕歡喜，然後心中也覺得很榮耀，我就覺得對客家有一些按定一下嘅講什麼誒，有按樣嘅設計，真的慢慢的這樣的設計從客家開始，其實慢慢從台灣我們露出，然後我們希望有一天可以在更多其他地方看到芊芊姐姐的設計。對啊，我從小到大，我從小到大是學鋼琴，然後學音樂，所以我會用我自己的母語。用我嘅客家話衝出來，本小朋友堂，還有我希望可以用我自己喜歡的畫圖設計，我也希望保留一些的東西在這片土地上面。真的，就像剛才收聽節目你講到嘅嘛，就是客家文化館。客家文化館其實跟芊芊姐姐有什麼關係？你可以去嗰邊衝童謠聽聽。剛才有看到一些照片，其實那個文化館，我覺得。客家蓋這樣子的客家文化館哈，其實有時候有一點點小小的壓力。我們的動機是好的，我們希望有更多人來參加。可是，在文化館裡面，其實對於經營的人就會說，我們要怎麼樣推陳出新？沒錯，想喊他抖給您來。對，那事實上，剛才那個文化館，其實我剛好看到一張照片，就是那個咕咕鐘。那個很有意思哎。沒錯。對，那個咕咕鐘，你可以好好的幫我們介紹一下嗎？我覺得它胸片坤抖給。真的哦，大家現在看到那個照片上面的這個就是客家咕咕鐘。你會發現它其實有一格一格很像那個抽屜式的東西，對，它裡面是用那個藕，然後捏出鍾肇政，還有捏出鄧雨賢的樣子，還有捏出我們 Annie 嘅客家文化館嘅公仔，吉祥物，裡面有阿公阿婆啊，還有妹妹啊、阿弟阿妹，然後他們都被捏出來以後呢，每一個整點出來的人，跟大家 say hello 的人都不一樣，真的喲，不知道大家可以就是在整點的時候，你會看到底下其實會有很多小朋友在那邊跟他一起跳舞，所以他出來的時候是有聲音的，對，有聲音的，而且一直持續大概1分鐘左右。哇，對，比如說睇去到客家文化館，做嚟看表演，做嚟看展覽，其實還可以感受一下不同的氛圍包裝，對。大家為什麼會提到說，咕咕鐘出來嘅時間要請到阿婆嘅公仔，唔過還有鍾肇政、鐘老，還有鄧雨賢老師的，為什麼呢？因為對我們桃園來說是2大很重要的人物。沒錯，我覺得現在的那個桃園市政府，還有客家的蔣捷安蔣局長，他們其實很用心在經營文學還有音樂這一塊，在我們整個園區裡面。故此，我們希望跟別人就是不一樣的劃分，在桃園你們可以在這邊了解我們在地的這2位，一個是文學大師，一個是音樂大師，真的，進而就是潛移默化的從內隱的
层面，不是太外显的层面，然后去慢慢了解客家。对，唔係去到客家嘅文化館就會同化天天咯，真嘅唔係。去到龍潭這一片桃園的客家文化館，其實你看到我們就是看到當地的2個大師，對，而且這整個對我們整個文學的發展，從鄉土文學到亞哈，包括鄧雨賢老師整個音樂到現在，其實對台灣有非常非常大的影響。那就是客家文化館，其實唔單止按鈕，你就用芊芊姐姐講嘅，裡面有很多的公仔，對，還可以跟公仔拍照。嘿，冇錯。還有最特別的是有一個阿公的那個公仔，它旁邊就會有一個奉茶啊，對，所以鼓手你想要喝茶的時候呢，就到那個阿公旁邊呢，去拿一杯茶來喝。是，所以像這些都是芊芊姐姐設計的，對不對？對，然後像這些東西都是有經過考究的，比如說我們客家的以前的傳統女性是穿翹頭鞋，哎，以前拿的東西是什麼？我們挑蛋的那個蛋扁蛋，蛋羹，哎，長什麼樣子？對，然後而且要特別注意一下哈，誰們你做給傳統的服裝哦，其實它開那個領口開邊也是有分的，不可以開錯，是不是？鏡頭給你就說到哦，就這樣子畫，就大家都忘記，其實開邊是有固定一邊的，沒錯，沒錯，所以這就是芊芊姐姐設計的公仔。其實去到那邊，牡丹鄉黑暗窯，其實當然還有一些地景藝術在那裡，對，你還是可以去拍照啦。對，其實從永安漁港工到鴉片，我覺得芊芊姐姐其實不只是學設計而已，我覺得你現在應該對於整個導覽，或者是對於整個那個地景風光，或者是那個地方特色很熟悉。對，我真的很喜歡旅遊，所以我很希望擺很多的作品，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擺在各地。對，你講牡丹鄉黑暗窯哦，我們一路從漁港開到了新屋，開到了龍潭，對不對？現在我們要到機場。對，因為我們要帶家出國玩，對不對？冇錯，今年一個童話季就是2016的客家童話季。我們今天，我們這一次呢，我們首次在第2航廈國際機場第2航廈做了整個地景藝術的一個營造，這也是桃園市政府啦哈嘎斯布 Q 所一起去協辦的，一起去主辦的這樣子的一個感覺。大家可以看到現在畫面上面這個哈，這個是我們在那個機場的那個行李轉盤，總共有6個行李轉盤，行李袋。對，那個轉盤，我們把整個裡面全部都鋪滿了綠色的草皮，所以要讓國外回來的國外來玩的旅客，還有我們本國回來的人到這邊，然後感覺到它是一個童話精靈森林的那種感覺。說實在的哈，公司開發其實機場就是國家的門面。嘿，對，真的就是有時候可能鄉親朋友你出國嘅時間，你會發現一些事情，你還沒有到那個國家裡面，如果你去到機場嘅時間，你就都得感受那個國家的文化。譬如說你到了歐洲國家，你就說哦，奇怪了，為什麼不過就是一個行李轉盤，他們可以設計成那樣？或是你在經過一些廊道，就是走廊的時候，他們兩邊的設計是怎麼樣？那你到了像東南亞的國家，他們有自己很豐富的文化的特色。可是你來到台灣嘅時間，都在台灣嘅機場，都得本台港用一個感受。對，所以那個剛才那個行李轉盤真的很有意思哦。你希望看下台港來到台灣嘅時間，一定要去拿行李嘛，對不對？行李轉盤就行李轉盤，可是你想想看，你一拿行李的時候，如果它可以這麼樣的一個漂亮的裝置藝術，感覺完全不一樣，而且旁邊都充滿了那個桐花。那我們也在當地呢，我們有分了4國的語言的人在那邊介紹，哎，什麼是哈嘎童話季，什麼是客家的桐花，什麼是哈嘎嘅文化，我們都會有一些的人講解在那邊。對，然後還有在出境大廳台港要出國嘅時間有沒有？在等飛機的時候啊，我們不是會先進去，然後有很多商店可以買東西有沒有？不過你要登機嘅時間有沒有？跟旁邊就會有一些休息區，對，然後就是登機比養機累嘛，對，你就有一點休息區。就現在其實整個第2航廈休息區做得還不錯，對，就讓人家覺得蠻舒服的。比如說有書店啊，對不對？有書店的休息區，你都得看書哎，很高呀哈。但是也有不同風格的休息區。那我知道在第2航廈機片呢，就有一個區塊是客家嘅休息區，對，真嘅。你去到機片嘅時間，真的你就是我有我有看到嘅上面都有。就是還是用，我記得它是用花去編織成客家的英文字母，有，然後它會有食衣住行娛樂，然後去介紹它的那裡面的擺設。對，所以當時做這個案子應該也很辛苦哈。我們之前上工班應該還在機場，對不對？機場的地景藝術其實不是這麼容易的，它是必須要11點晚上進去施工的，所以我們每次都拖着那個黑眼圈然後進去。但是做完了以後，覺得哇，好漂亮。對，所以就會你給客家文
对，那现在那个就是那天应该是发表会的那一天的照片，对不对？所以芊芊姐姐就是那一天的代表，你看好可爱哦，很可爱，对不对？我真的很谢谢，就是桃园市政府，就是还有客家事务局，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发挥。对，而且芊芊姐姐那时候有没有自己偷偷还去机场考察？对不对？真的一定要的，因为怎么想都没有想过我可以躺在那个行李转盘上面，然后跟着这么多的童话拍照。对，不过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阶段性的不同的任务哈。我真的有看到青豆跟会给你去拿行李的时候，他真的在那边有驻足了几秒钟，这就是我们的目的，对不对？哈，这就是希望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其实就达到了。对，所以雄心朋友哈，我们从一路从永安渔港哈开车开到了桃园客家文化馆，因为它有很多集创哈。等一下要带大家去哪里哈？哎，其实芊芊姐姐今年真给黑青某还有青豆嘅东西同大家的分享啊，你看就像讲，你那有按到嘅时间哈，真的做按到嘅事情，你講佢都冇衰冇就會按有人哈。到底要嘛嘅就咧同老大家咧分享，請大家先聊下，等下陣再咧繼續咧講咯。这是一片巨大的空地，想象一下，有2000万人不分日夜聚集在这里。它承载了艺术家的创意、在地居民的热情，以及城市进步的能量。这是一场盛大的祭典。它凝聚了每个人的情感，以及属于这块土地的幸福愿景。好，然后大家看到短片，其实係今年公演嘅時間嚟講，元宵節的時候，啲突然改編版嘅二郎入了解唔係客家，排寫係呢個國際嘅燈會，國際燈會，對，是觀光局舉辦的燈會。我想說，依家你客家唔係客家，觀光局辦嘅國際嘅燈會，那你有乜嘅關係？跟客家有什麼關係？是沒關係啦，但是跟芊芊姐姐有關係。對，但是真的有一些關係，因為在這個燈會裡面，除了做一些視覺方面的呈現，最重要的是我畫了2隻很可愛的吉祥物。這2隻吉祥物呢，它叫做阿桃，還有元哥，一隻是猴子，一隻是我們桃園最有著名的拉拉山的水蜜桃，是好可愛，對，水蜜桃很可愛，對不對？對。好，那身為客家人，身為客家妹妹，我不得不把阿桃的身上呢，我們放了一些客家的元素。太聰明了，太聰明了。所以你們會看到阿桃的頭上那顆，其實呢，它是有點變粉紅色的桃花，因為那時候在設計的時候是過年，所以我們不要讓它帶白花，但是還是保留那個桐花的意象。還有在它那個裙子的旁邊，不是有2個很可愛的小花嗎？那個也是桐花的意象。對，哎，我真的覺得很開心啊，因為講點嘛，因為吼按用嘅燈會其實係台灣舉辦嘅國際嘅燈會，呢個燈會地都有青島來自某全世界嘅朋友們來到鴉片來參觀，還有很多旅行團會來參觀這樣的燈會。沒錯。對，但是呢，因為他在桃園舉辦，然後又找了芊芊姐姐，所以呢，我們就偷偷把我們的客家元素全部都擺進去。所以呢，讓大家來認識我們。在台灣燈會，這是被譽為沒有雲霄飛車的迪士尼。對，真的，而且其實它已經被譽為就是我們的國際級的一種國際燈會。所以其實其實也跟像日本有很多的交流，日本有很多的表演團隊也會來到這邊跟我們在交流。這次在桃園的燈會非常非常的成功。對，這也是集合了大家的力量。所以如果有機會的話，可以上網去看一下我們的那個紀錄片。但是不只是這樣子，因為在桃園燈會，大家看到我們可以給你用的人講的聽聽哈。其實一系列的視覺設計都會芊芊姐姐做嘅。沒錯，其實有關 logo 啊，還有一些
的包装产品的一些东西的呈现。你想看那有按到给来宾来到鸦片，他们回去的时候会不会带伴手礼？会带电炉吗？不会啊，给电炉让他们带回去各个不同的国家，有纽西兰、美国、加拿大、日本，对不对？这么多国家伴手礼长怎样，是不是很重要？有面子很重要，就会芊芊姐姐走给。对，我还记得我有做了一个类似像青花瓷的盘子，那个盘子上面就有阿桃跟元哥，希望他们可以带回去吃水果的时候，也可以想到我们的灯会。对，不过很辛苦，对不对？刚才看那短短的意思没有给偏的，你就会给我，还说哎呦。已经隔那么久，因为太辛苦了。灯会是花了半年，只为了2个礼拜的灯的展演，只为了2个礼拜的璀璨登场，对不对？只为了2个礼拜的璀璨登场，可是你可能有半年都没睡觉。是我一天只吃1餐，这样子活了半年。那你怎么还可以维持得这么好？现在胖回来了。不过这就是你看，我们真的又回到了桃园灯会。其实我们往回走，回到今年过年那整个一系列的桃园灯会，所有的视觉设计都会芊芊姐姐走给，真的很不容易耶。对，然后其实共识才发，这中间一定有很多的甘苦啦，一定是这样子。你想想看，做设计的压力一定很大嘛，因为你有产品的呈现，这中间有很多的沟通，有很多的来来回回。对，不过我觉得甜蜜的果实也是在这里呈现。对呀，你他刚应该精神就发挥很淋漓尽致。然后这样的精神可以用在午后的地方，要说的用到后的地方，芊芊姐姐就把好的地方发挥的淋漓尽致。不管如何，一定要做好。对对，不过哈，你有没有觉得真的节目时间过得很快？对啊，还有很多事情要跟大家分享。不过我赶快先跟大家讲一件还蛮重要的事情哈，就会现场看到这几张明信片都是芊芊姐姐画的。其实我在平常的时候，我很喜欢用画跟音乐，然后去记录我自己的生活。这边呢是我从1910年到2000年，我们从几次世界大战开始，然后每10年不一样的衣服的呈现，然后把它画成。但是这只是冰山一角而已，这只是我其中一个作品之一。我可以想象它冰山一角，因为我们从新屋到文化馆，再到机场，然后再到桃园灯会，所以这应该是冰山一小角。对，这可能是睡不着觉的时候画出来的。你睡不着觉，对，你应该没有时间睡觉，没有时间睡梦。不过这个东西有卖吗？这个东西有，在那个台中的草悟广场，里面会有贩售。对，所以很希望大家其实，在有事没事的时候，在不用了解时间，都得可以深入我们的一些的文创的一些基地，或者一些的村庄聚落，永安渔港、客家文化馆，其实都可以去好好聊聊。然后出国的时候也要特别在客家的地方特别驻足一下。是，其实我觉得文化是潜移默化的，它不管是任何的种族也好，我们都要予以保存跟发扬。是，我们从我们共同鸦片哈，其实景不一芊芊姐姐来到鸦片除了跟大家分享，其实1年下来哈，其实要嘛该事情，然后呢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设计跟这样的活动，跟大家分享的讯息是什么，或者我们要怎么样去认识更多不同的东西之外，其实是要跟大家分享，我们今年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动，童谣歌唱必须黑幕。没错，在10月16号，在新屋国小会有一个童谣的一个歌唱比赛。这是也是第一次吗？这个已经办了好几届了，但是这一次是比较就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次是跟海客音乐季，我们海客的文化季我们一起做结合。故事我们会办在新屋的地方，那我们现场也会给小朋友就是做钓鱼的一些小活动。听说有什么小游戏，而且这是你第一次当主策展人吗？还是？对，没错，没错。那这一次呢，就会有一些的小游戏，跟他们说千古是怎么来的。然后呢，你钓到小鱼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它放回大海？有一种自然永续的方法去建构。所以这游戏也是芊芊姐姐设计的。嘿，没错。你真的很辛苦真的。俺意思讲，你真的太多才多艺了。对，所以你设计这样的小游戏的时候，所以其实小朋友去的时候，其实不只是童谣比赛。对，然后你也是当评审，是不是？我没有当评审，我是当主持人啦。所以其实我们如果10月16那一天的比赛去到，还是可以看到芊芊姐姐。可以，没有问题。快点来玩。对，不过同大家来讲哈，就会讲，其实这个活动已经报名截止了，对不对？可是那参加的都是年纪
年纪限制是国小以下的学童，以下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然后其实现在要跟大家来特别强调的一件事情，它是在10月16号给你，在新屋国小，我们会比赛，对，然后当天就会知道所有的成绩揭晓这样子。没错，没错，对，然后芊芊姐姐会给你给主持人。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要怎么样把你给狗 Q， 你给语言还有文法，然后传承给小朋友。因为觉得小朋友其实学这也学得很开心。嘿呀，要是我以前小的时候，CCK 时间如果有这么多的活动，我的哈嘎发就不会这样子，像这样。你讲你 CCK 时间，哎，胸口奶 CCK 时间，哎 CCK 时间。跟油漆宴哈扣沟后，好像就没有什么事情了。嘿呀，不过我觉得我那个时代会比较。没有比较有点可惜的感觉，我的客家话没有在小时候的时候练好。不过你现在还是周内公众亲后啊。对，对，所以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安永跟童谣比赛很有意义的哈，因为其实我们想想看，我们今天一整个节目下来，其实我们介绍了芊芊姐姐这么多的分享，对，然后更重要的事情是，其实透过她的设计，我们也知道她其实在设计之外，也都要青斗安永给哈嘎给发通，真的，我觉得芊芊姐姐一直都跟小朋友很有缘，对，然后小朋友那个活力，对，然后小朋友也很喜欢芊芊姐姐，对，所以用新朋友新的是留好该本你读幸福国小用通绕比赛所以讲大家有兴趣，就算你冇报名参加比赛，也做对许多改变，好好聊聊啊，就你看一下该本你比赛，很靠重要嘅事情係講你許多改變，和做啲順勢去用愛漁港，對不對？又可以看比賽，又可以去用愛漁港，吃喝玩樂，對，然後這個是非常棒的事情。不過在這邊呢，非常感謝芊芊姐姐，因為芊芊姐姐也帶來一段小小的這個跟童謠有關的影片，對不對？沒錯。對，所以多聊片，謝謝芊芊姐姐。然後我們邀請觀眾朋友一起來看。好，所以用前面你看下來看芊芊姐帶的那個影片。唔要清單嘅聲音麼？唔要清單以上嘅笑容麼？然後歡迎每從客家高遊嘅小朋友日日來參加，謝謝嗨客，歡迎來報名。桃園市政府歡迎。